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7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郑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新竹市的主体大楼昨暝发生火灾，有2位消防员伫会场内底，敢若是空气管的空气用料不幸殉职。立法院卫权委员会审查放任80岁以上，请挂职看护，毋免阁提巴士量表草案，劳动部认为需要阁含卫福部来讨论。世界卫生大会开幕，拢总超过70个国家支持台湾参与。咱嘛有发起用台语甲英语的游行，争取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新闻头起先来看到新竹市东区的主体大楼，昨暝10点外发生火灾，初步判断是地下室的电缆线导火，地需排烟的设备嘛无法度运作。消防队赶到现场拍火，嘛有出动分推车，将18楼以上的住户赶紧救出来。不过有2位消防员伫咧会场内底协助居民疏散，敢若是因为这空气管内底空气拢用了不幸殉职。分推车豆豆升起来，甲因为即届火灾掉伫大楼内底的民众，所开去1楼。未少住户想到火灾迄当阵的情形，要是感觉真惊吓。就是也是都是烟啊。所以您是住第几楼啊？我住13楼。整个晚上都等待救援。对。都在阳台吗？即届火灾发生伫咧新竹东区自分路的大楼，日来暗时10点外，警卫甲住户发现变电箱导火，抓灭火器到拍火。消防队员到现场，随去地下1楼放电缆的所在拍火。它就像一个烟囱，我们在底下烧的时候，它的烟跟热，因为它比空气轻，它就容易往上飘。不过，即届火灾地需排烟的设备无法度运作，真侪住户拢有闻到乌烟甲臭火大味。都惊有民众要调伫内底，有2个消防队员伫协助疏开过程当中不幸殉职。听到无线电的一个 Mayday 的一个求救。那我们在背景的一个无线电的一个背景音，同时也听到我们的一个气瓶的一个警笛声响起，也就是他们的空气瓶的一个压力应该是低于55bar了。同仁的面罩上面，他们擦也擦不掉，然后完全没办法再做判断方向的一个逃生的方向，所以他们在第一时间就喊Mayday求救。2个殉职的消防员，因的消防衫甲装备是拢混甲乌乌。消防局表示，那亲像是因为火灾燃烧产生乌油，掉伫面搭的，影响视线找无路，加上空气管的气用了，致使2个人无法度喘气。有关殉职消防员救援的时程，因伫日暗时11点50分进行敲找任务，饭店过12点15分发出Mayday信号。到12点25分，2个人失去联络。12点30分，派人搜救这2个消防员。我1点的时阵，发现这2个人倒伫咧2楼至3楼的楼梯间，虽然做 CPR 急救，1点10分将2个人送病院，不过要是救不回来。罹难者家属，我们致上十分哀悼之意。那后续我们有全力来对于家属这边来做。配合跟照顾。今仔日透早7点，火调科重新登去现场调查。出动时，大楼是断电的状态。虽然火是拍花，不过迄当阵也有200多个住户要伫内底。目前也有未少人掉伫内底等待救援。初步估计，几10个民众有预防性送病院。消防局嘛表示，导火甲造成这2个当人殉职的原因，监察人员已经去现场调查甲厘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10指分局有1位警员放假时食酒塞车，伫咧路里等红灯阁困去，互其他的警察来甲伊拿走，因为拒绝做酒测，互人罚18万。10指分局表示，已经甲这个食酒塞车的警员记一支大告，而且调1处分。你有没有测？如果你要测，我拿水给你，你要去测嘛？去测。日透早，警方接到报案查检，有1位穿白衫的查甫人，1个人开车，伫人行北路甲7面大道路口导航顶时阵，竟然困去。若是规身躯拢酒味，还佫拒绝做酒测。你有要做推测吗？没有。第2次问你有没有要进行推测？没有。警方照规定开一张18万拒绝酒测的罚单，而且伊竟然还佫是新北市10指警分局的侦测队信任的员警。休假时阵，甲朋友去信义区酒吧啉酒开讲。日透早5、6点结束了，开车要转去，驶到半路被抓到。发现林姓员警有酒驾行事，该员亦表示拒绝有测，员警遂依规定举发。本分局将依规定记一大过，并调整服务单位及列管加强辅导。做警察还佫知法犯法，
警方也拢照规定来，市内的环境因为一时酒驾，伫咧伊警局留一个污点，除了罚18万、吊销驾照3年，也互分局记一支大告，调离现职。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成功岭陆军步兵302旅，有一个做一档义务，一个阿兵哥昨暗爱休假，说敢若是烦恼感情袂过，全的无转去营区，家己搁驶车转去到训练的处理。目前军警是已经甲伊带转去部队啊，军方嘛表示会甲伊处分限速自由，嘛搁加强辅导。白色轿车停伫咧营区外的超商，趁朋友落车食薰，驶着阿兵哥就甲车驶走，过程落雨感是去翕着。台中成功岭营区2日暗时发生部队新兵放假了无还营的事件，朋友发现随通知驶着阿兵哥的阿兄，由家属通报军方甲警察协助倒找。本属步兵3栋2旅赵姓新兵，昨天晚上在有人陪同下，驾驶家中车辆返营收假。但因突发性情绪问题，趁有人下车吸烟，独自驾车离去。陆军十分团表示，18岁驶着的二兵仔是1年的义务役，目前身份入营第7个礼拜。部队规定暗时9点就要还营，驶着阿兵哥是7点外到营区附近，却因为情绪的问题，就驶车逃走。最后是暗时9点外伫森林大细徛家内底找到伊，27透早甲带转营区。初步调查，驶着阿兵哥是惊无法度通过检测，有可证责心的状况。目前人员透过警方协询后。今天凌晨已经平安回到营区收假，后续有关惩罚和心理辅导部分，我们会按规定与机制来做。军方8岁驶着阿兵哥并无外口咧传的这不等问题，认定是过限无还营，也未到7日无还营的得兵标准。后续会照调查结果，加限速自由火格处分，卖加强官兵的心理咨询辅导措施。记者综合报道。苗栗通宵，昨有一对男女朋友去超商偷地行动电源，5点钟发现了后，搁举刀出来要攻击，加在警察是赶到围间压起来，专案依照准强盗罪来甲因上班。画面内底这间超商的店长，同咧甲一对男女朋友咧讲话，了后，这个31岁姓齐的查甫人，毋但出手攻击，还搁举比钢刀共吓惊，一龙口监视器翕起来。这个冲突的事件是因为店头怀疑这2个人偷摕物件，警方接到通报，出动快打部队去现场，把这个姓齐的查甫人抓起来。疑似是偷窃，然后被店长抓包。对。然后后来就是，可能是恼羞成怒，所以就是有持刀想要攻击的感觉。警方讲，2日11点半左右接到报案，这个37岁姓陈的查某人，若像偷摕店里一个行动电源。当去座位甲因查甫朋友食泡面，店长发现若像有问题，所以甲伊对峙。不过，这个查某人是拢好人，而且不爱拿钱。因男朋友为着要甲压，就动手攻击店长。落尾手去有热心的民众，还有6个警察共同制服。2个人的乌托邦还阁停伫店外口，店长就轻伤。附近的民众对治安是感觉真烦恼。是治安好像有点跟以前不太一样。我会不会觉得说，好像有点可怕？会啊，还是会啊。会啊。尤其如果小朋友的话，就更危险这样。徐姓男子为维护女友，竟挥拳攻击超商店长，并持包包内之美工刀作势威吓。通宵警分局快打部队共6名员警到场后，于超商店外立即将1男1女窃嫌押至逮捕归案。警方认定这2个人有偷摕物件，专案以涉嫌犯刑法准强盗罪，而且苗栗地检署侦办，而且呼吁民众买物件都要付钱，额头3笑有声明，唔通就是讲闪袂过，若无会依法上班。记者综合报道。网络假投资的诈骗广告实在有够多。今年第一季，警方就通报撤掉超过3万条假投资的广告，而且过无偌久，又可会出现同款的广告。就连社团、学生的社团台证券研究社，嘛互人偷用名义来的诈骗。另外，伫咧LINE群组，也阁有出现红酒买卖诈骗，有民众受骗损失要300万。这2个查甫人竟伫咧咖啡厅开讲讲生理，一个人讲是咧卖酒的。伊伫咧编资料，而且讲甲喙角全破。落尾手交伊讲定了后，现金摕过手，就想要绕跑，警方是随甲抓落来。那你有通过啊？有啊。
他这你看，第一次，怎么可能第一次？原来这个穿乌衫的查甫人，伊根本就毋是咧卖酒的，而且涉嫌做车手。根据警方的调查，背后的诈骗集团为内顶县找青份人进行红酒的假交易。有一个驶客停车的司机，就去话术骗去，开要300万，就是讲伊抢到60罐2000年的拉菲，会当阁趁一手。毋过，什么红酒、什么利润，拢是一场空。配合被害人再购买黄酒30瓶，面交新台币150万元。犯嫌取走现金时，当场识破其车手身份。早期的手路是800款，因重要的管道就是网络平台。今嘛还阁有学生社团甲卖酱业去互套用来骗人。台大监管研究社伫人面册发布反诈骗的声明，因为伫网络顶出现假的卖酱业，起赞的数量是无几个。为名称、小界、头像 logo 是拢生了一模一样，而且阁开假的赖群组，报名牌、投广告。其实这种诈骗的卖酱业或者是广告，警方处理会甲摕落来，不过先抓嘛抓袂了。警方通知广告下架后，相类似的诈骗广告仍重复上架，在此呼吁网络平台业者应做好源头管理。网络顶充满侪投资诈骗的广告，根据警方的统计。估是今年第一季，通知 Meta 对网络顶摕落来的，都有32000多条，Google 嘛有变2000条。不过旧的才打台条，新的又阁出现。假投资违法的广告，也是伫网络顶世界夜夜飞。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带跨党派议员来台湾，这是总统赖清德就任了后头一个来访问的美国国会团。赖清德和萧美琴再去同齐来接见麦考尔，感谢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未来新政府将秉持4个支持，并积极落实和平4大支柱行动方案，与美国及理念相近国家持续加深合作，共同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我们爱台湾。We're here on behalf of Speaker Johnson to show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on a bipartisan basis, supports Taiwan. We are stronger when we stand together. I always like to say. 麦考尔致辞的时，佮特别用华语讲爱台湾，现场大家拢甲伊拍扑啊。赖清德和麦考尔针对印太和平，也佮有台美的经贸关系来交换意见。咱的外交部嘛感谢美国透过各种的行动来展现对台湾的支持，嘛希望咱会当佮加强合作的关系。佮来看到新的教育部长郑英耀今仔日头一摆去立法院质询，针对总统的就职典礼演说当中讲到，希望两方会当恢复交流，开放中国的学生来台湾。郑英耀表示，上紧明年7月就会当实施。不过，国民党的立委是指出，教育部的业务报告内底是完全无写到相关的资讯，所以对这件代志表示疑问。新北区上任满1礼拜，新任教部长郑英耀支持第一摆到立法院质询，表示心情是真奇妙。心情，我想，当然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一个，我们都一直期待台湾的教育会越来越好。总统赖清德5日空就职演讲，主动讲到希望中国开放校卫生来台湾。郑英耀证实，上紧明年7月就已上路。不过国民党立委质疑，教部规篇30多页的业务报告内底完全无讲到大陆生，尤其两岸中溪对外交流的可能性拢还未确定。中国是一头不回，那承诺明年就已上路的。没有放在里面，原因是什么？是不确定，没有信心达成，还是？有难言之隐。我的疏忽，那我们会来深切内部，我们会检讨。教育部要启动下一波课纲研修的前置作业，无排除将数位学习甲 AI 人工智慧应用纳入课纲内底。不过，民进党立委更较关心教学第一线的高中小老师行政减量问题一直拢无解决，希望新官上任应纳入改革方向。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到行政减量这件事情？甚至到最近都还有投诉，现场老师对于行政减量是非常无感的。我们希望中小学老师跟主任他们应该回到教学的一个专业里边。另外，洪明凯也提问，即卖学习历程档案就亲像军备竞赛，市面上甚至开价20万。郑英耀承认，还有一寡业务也无上手，需要更加了解。承诺会伫3个月内针对学习历程档案制度提出检讨报告。记者综合报道。
新的数位部长黄彦南今仔日嘛头一摆去到立法院质询，提出3大政策要来加强反制诈骗。嘛讲到伫咧3个月内，因会建立反诈骗通报查询网。不过反诈骗的专法目前也未通过，所以网络平台业者若是唔改善诈骗的问题，因就只好定定请因林嘉比赶快刀。就是很紧张吗？还好，对，人生中第一次嘛，是还好。司法部长黄彦南上任了后，头一届去立法院进行报告，推出3项新的政策，包括推动掠诈骗、强化数位韧性、发展数位经济，按算伫2年内培训1000个治安人才，打造数位高速路网，而且按算伫3个月内建立掠诈骗通报查询网，可以把那个讯息贴在我们这样的一个通报查询网，然后我们会利用人工智慧跟程式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以后。再决定这样的讯息，再做分流。法律的容许之下，我们会进行所谓的停止解析的工作。调解立委除了政策的推动，大部分甲重点放伫掠诈骗的这个议题，亲像赖甲人民册等等国际平台安怎管制，安怎进行下部会处理。那个数位的部分是你负责，但是治安调查的部分是内政部负责。打诈我们这个打诈查询网可以让我们很快的能够通报整个，包括警政署，包括其他部会，国外的这些赖啊，或者我们脸书这个部分，打诈专法会要求这些人在台湾要落地，或者有法律代表，他们如果不配合。包括打诈工作，我们可以对他罚款。虽然是无法可管，对，现在是无法，但是期望很快。但是你应该要求这些平台业者啦，我会常常找他们来我办公室喝咖啡啦，我还会威胁他们。造成甚小，喝咖啡不止喝咖啡，还威胁。不是威胁业者，应该是督促。但我用词不当，对，请你更正哈。对，好。可能是头一届质询伤过紧张，黄彦南无设置用威胁这个词，还佫去互立委纠正，加做质询的小故事。那立委甲问讲，敢也有安排出国考察的行程？伊讲目前是无，不过若有需要，也是会出国。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卫环委员会今日审查就业服务法的修正草案，立委提案要放任80岁以上，也佮有着癌二期以上超过70岁的民众，要申请外籍看护，唔免佮摕巴氏量表。不过劳动部认为，这需要佮和卫福部来讨论详细。台湾进入高龄社会，明年更加进入超高龄社会。针对进前总统大选期间，敢是取消还是放宽巴氏量表申请外籍看护的议题，立法院卫环委员会二次摆审就业服务法修正草案，立委就提案放宽80岁以上被看护者，加70岁至79岁得癌症2期以上的被看护者，无需要巴氏量表都会当申请外籍看护。有很多家庭，他家里是有体力比较衰弱的这个长者，他不一定有一个特定的诊断。所谓的这个对亚健康与健康长者的服务的多元陪伴服务，其实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其实这样的话，它可以让它的价格亲民呐。它价格是会比较亲民的啦，那比起家庭帮佣，其实它所付出的成本。我知道我们现在很多。不过两项立委认为，那修法全面放宽，可能会互外籍看护更加会轮做家庭帮佣，而且可能互外籍看护经工作内容，只想要照顾好照顾的轻症者，颠倒排除重度适龄者的申请需求。是不是大家就又开始去挑工作，最后会变成比较去照顾80岁以上，因为他们自主能力都 OK， 好啊。可是呢，事实上是重度需求家庭的这个聘雇问题就会更加严重。80岁就来放的话，然后而不做任何的这样子的一个区别的话，它确实很可能会造成重度失能者被排挤。现在的做法是希望能够把它进行一个区别化。就刚刚一块是用多元认定，另外一块是用陪伴照顾服务。可能过去要发生医师因为拒绝替申请巴氏量表的病人开立鉴定和家属拍案例，和陪审强调，目前已经开放失智者、心脏者等3大族群免用巴氏量表申请。若要全面开放到80岁，就会当申请外籍看护，涉及长照服务加医疗专业，需要各甲卫福部专家学者充分讨论，审慎建议。记者综合报道。
立法院咧审查国会这款的法案引起冲突，国民党的立委就呼吁总统赖清德爱召开国事会议，招调野的党主席来解决这个争议。因为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基是发声讲，明仔载议会一定要拼法案三读通过。因为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民是强调，若是硬说好三读通过，因一定会申请释宪。民团嘛不排除要发起联署，提起公民复决来还债。我们当家的当总统，如果你没有控制这样子的事情，没有限制你的人的话，所有的立委还有议事人员都活在恐慌的日子。立局长目屎流目屎地向总统赖清德发声，因为临时甲联合立委林淑芬发生肢体冲突，佮唤起甲不惊吓，要求林淑芬回室内，若无提告。调也已经3度攻防国会这款法案。那被拼离被三读，另外党团总调郭建民发声先坐落来讲，要过民众党团表明无接受无直播的调研协商。我不会再走进那个办公室，走进那个没有直播的办公室，出来怎么样被造谣抹黑，根本没有办法控制。有南亚立委呼吁赖总统召开国事会议，邀请那被党主席同齐解决争议。要不过郭建民批评是转移焦点，佮表示法案三读一定申请释宪。南亚党团总调鲍坤基强调，立委一定拼三读，无被记者批评执政党号召民众在立法院外口抗争。我们在明天会全心全力的让国会改革法顺利的来三读。对于民进党所发动的群众运动，这是世界奇迹哈！国民党现在很会转移焦点，其实这很简单，韩国一句话就停下来了，大家遵守议事规则，照程序来就好了。行政院长到阳台伫接见北美大常会时，话一顿，强调家己会继续努力，看立法院甲下当善意会议，民众立备下当唔免搁集结。我希望两院之间能够平顺的互动互相的尊重。我现在更希望，我等一下还要努力看看，是不是明天我们的群众不用集结。立法院有假会阁引起表决大战，那三读通过，公民团体无排除联署，提公民复决还债。另外，行政院监视会复议，行政院表示必要的时会适时应用。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立法院国会这款法案的争议，毋但伫咧立法院外口有真侪民众抗议，南部真侪民间团体嘛伫咧高雄捷运美丽岛站同齐徛出来呼吁立法院将这法案退回定审。明仔载要召开议会，毋嘛会阁发起反对行动。国会滥权，国会滥权。民间团体喊口号，反对立法院通过国会这款法案。5月27日报，高雄美丽岛站外口汇集南部数十个公民团体，呼吁甲国会这款法案退回去定审。不只是说可能有违反宪法的问题啊，那更何况它有一些部分也因为涉及到人民的权利义务，那它其实也没有考虑到是不是会造成一个过度跟不当的影响。反立法案毋是真正要改革，只是想要保护民进党。民团对法案当中表示，国会要件明确性提出疑虑，嘛质疑法案无经过实质审查立法定书。参与的环保团体更加烦恼，华东快速公路建设特别条例草案顶3案无经过相关评估。变相的立法的手法来去逼迫行政部门，好像去把这些制度都架空，因为已经立法说要改了，那我们就不用管它有什么环境影响，不用管它对在地居民的影响，大家到底需不需要？国会这款法案的争议继续扩大，支持修法的人认为讲南部毋若一种声音，国会听证权甲调查权拢是民进党过去捌提出的方案，即马煞扭曲法案的内容，根本是藐视台湾人。民进党们不断的扭曲造谣、藐视国会罪的内容，根本就忘记了官员本来就不应该在国会说谎啊！如此的没有是非，根本就是在藐视台湾人。反对支持一边一片里，除了民团接选5月24的高雄大路过顶反对的民众5月28日搁再举行声援行动，呼吁民众继续关心立法院甲法案相关动态。记者高雄报道。
民间团体以色列之友联盟10日暗时伫咧台北市大安新民公园有举办音乐会，不过迄当阵嘛有声援巴勒斯坦的台湾巴勒斯坦自由连线伫遐咧示威，其中就有一个哈萨克的查甫人指控，去互以色列驻台办事处的安全处长甲伊起骹动手，害规身躯拢全伤，所以台巴连线就要求以色列驻台办事处得爱出面来回实的。 承认犯行，承认犯行，立刻道歉，立刻道歉。野手帮严正呼吁，因是台湾巴勒斯坦自由连线成员，控诉5月10日暗时，由民间团体以色列之友联盟伫咧台北市大安新林公园举办的音乐会顶悬发生暴力攻击的状况。影片当中，一个穿乌衫的查甫人将人大力摔倒伫涂骹，引起骚动。警方马上向前关心，遭到攻击的是一个伫台湾的哈萨克籍的工程师，表示家己迄一天用和平的方式伫现场声援巴勒斯坦。啊，不过伊挖进舞台，想要为陪伴内底提出表演的时阵，被暴力相对。佮指控动手的人是以色列驻台办事处的安全处长。He's like way bigger than me, so he was pulling me down behind the stage where I wouldn't be visible. 我们在观众席旁边的空地，只是安静的举了我们的牌子，还有旗帜，一直不断的要用他们的旗帜罩住我们带的那个 Tears for Palestine 的布条。 到底的成员指出，参加音乐会一个穿白衫的外国男性，佫想要抢夺巴勒斯坦国旗，佫发表恐吓或者是性骚扰的话，所以因已经向警方报案进行提告，也提出3大诉求。呼吁林佳龙部长，他应该立即召见以色列驻台代表、以色列驻台办事处，应当对当天和平示威者公开的道歉，并且惩处涉案人士。以色列驻台办事处是回应迄一天一群亲巴勒斯坦抗议者想要搅乱音乐会正常进行，佫冲向舞台行为，在安全人员赶紧介入佮阻止。呼吁国人以及在台外国人士应严守我国法规，举办相关活动及进行陈抗，并保持理性，避免冲突。外交部是表示，该案件已经由大安分局依法成案，佮依照相关法律程序进行处理当中。记者综合报道。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今仔日伫咧日内瓦开幕，咱台湾今年有关是无受到邀请。卫福部长区泰元，还有立法院的调野立委同齐去到当地，向国际来发声。因伫咧拄则下晡2点，嘛有召开国际记者会，向大家来表达台湾的声音。除了政府的努力以外，台湾的人才济济。过去多的几十年来，台湾在医事人员的培育，以及台湾很多的优秀的人才投入到医事的工作里面，他们不但在国内提升了我们国内的医疗水准，让我们台湾人民得到更好的照顾以外，这些专业的团体都是非常重视国际间的参与。所以各个专业团体与国际间的组织关系都十分的良好。卫福部长区泰元头先就批评中国无权力来主动台湾参与 WHO 这寡国际事务，嘛强调干那民主选出政府的台湾，才会当代表台湾人声音。伊也搁一摆讲到台湾伫咧新冠疫情当中的经验，表达台湾会当斗相共的意思。行动团伫咧日内瓦嘛有举办医疗论坛，也积极来参与 WHO 相关的会议甲活动，以台湾的医疗卫生的经验来参各国交流。世界卫生大会开幕，咱的友邦还有挺台国家，拢总超过70个国家表明要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大会。这届会议除了台湾入会议题以外，还有大流行协议的共识，牵连到全球未来的讲话甲防疫。海外侨胞甲留学生准备好势，大声话口号，展开礼拜日下昼游行示威，全程以台语甲英文歌曲表达台湾加入世界卫生大会诉求。我们要的是公平跟正义，但是我们是温柔理性的发声，我们不会放弃，我们每年都会来。这是民团伫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开幕进前上强的示威。本届大会以 Of Health for All
做主题，注重全民健康，除了会针对国际卫生条例进行讨论甲修正，也毋望各国会当伫关系全球防疫的大流行协议上，包括利益甲资讯共享机制、知识甲技术转让等面向取得最后的共识。其实大部分已经有一些共识了，就是病毒资讯的共享，可是中国都不提供嘛，好，那他会今天有这样的分歧，我觉得 COVID 给大家一个很大的教训，主要是我觉得对中国跟对世界卫生组织的不信任。除了全球公会议题，台湾敢会当突破中国压力参与世会，也是这摆大会焦点。中国长期以联合国27500号国旗技术性阻挡台湾参与联合国组织。台湾主张这份国旗无认定中华民国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甲其他国家建交也是参与国际组织，中国无权干涉阻扰。第二，台湾主办的外交场合中，几个友邦国家卫生部长拢有出席，因指出台湾协助他国医药卫生发展的实际案例，呼吁世会有必要和台湾加入。As a developed country, their willingness to share their resources with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like ours. 记者综合报道。法国的总统马克宏26去德国访问，这是法国的总统24年来头一届去德国做国事访问。马克宏强调，法国和德国的关系对欧洲真重要。专家嘛认为，德国和法国是希望会当透过这届访问，在国防和竞争力的方面达成共识，要做回来面对各种的挑战。在法国空军1号到德国柏林布兰登堡机场，法国总统马克宏接受德国21项的礼炮欢迎。马克宏26到德国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这是法国总统24年来头一摆到德国访问。马克宏表示，德法两国拢徛伫和平的一方，也毋过和平并不是导航。La paix n'est pas l'abandon des principes. Confusion qu'on a trop souvent vue dans les débats collectifs. La paix, c'est donner la possibilité à un pays de défendre ses frontières et sa souveraineté, le droit international, pour bâtir une paix durable. C'est le camp que nous avons choisi, celui du droit dans la durée. 甲德国总统斯坦迈尔进行一场倒顶骹球对战。两人随后也参观布兰登堡门。今年多好是举行欧洲国家杯，两个元首顺道交换国家队的球衫。因为欧洲当面临乌克兰战争到美国大选川普可能当选等重大挑战，马克宏这阵是观察德法关系、感知健康的好机会。因为马克宏甲德国总理小朱过去捌伫国防甲核能等议题对立，也毋过最近两个人为财政改革到能源市场补贴等方面达成妥协，互欧盟定线更加一致。Für die Demokratie in Europa ist das ein wichtiges Jahr. Wir spüren, dass wir uns nicht auf Erreichtem ausruhen können, sondern verteidigen müssen, was uns wichtig ist. Gerade Deutsche und Franzosen wissen, dass Freiheit, Frieden und Demokratie nicht vom Himmel gefallen sind, sondern errungen. 马克宏这座上重要行程，会是伫礼拜伫柏林郊区举行的双边内阁会议。到时阵，两国会寻求伫国防甲竞争力等一致真歹达成共识的主要问题上，找到共同立场。两国也会想要就未来5年的欧盟议程达成共识，因为极右派势力有计会伫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得到袂歹成绩，这意使得欧盟决策变得更加困难。公司新闻邓伟仁编译。镜头换来看美国强烈风暴扫过美国省长几个州，至少造成15个人死亡。伫咧德州，阁因为加利亚风有7个人无命。奥克拉荷马州的塔尔萨遭受到强大风暴侵袭，对社区造成严重的破坏。树瓦岛上万号熄电，货运司机休管站规个拢害去，也有一辆豪华婚礼来宾也受伤。这场风暴自25拜六暗到26礼拜早起，扫过德州、奥克拉荷马州，也有阿肯色州，造成真侪人死亡。风暴来进前，气象专家甲政府当局拢发警报，叫大家爱找所在避。若是拄伫咧有即风暴会行的路线顶头，爱随避起来。而且伫咧奥克拉荷马州往德州交界所在，25暗也阁发生连光风。奥克拉荷马州的克莱尔莫，真侪厝的厝顶拢被陷冰伫咧涂骹。电话条啊断去，树啊倒去缀着厝。德州的库克郡古井社区受灾真严重，有包括囡仔在内几多人死亡。Out of nowhere, my mom started screaming.
I'm dying, like everything's moving, like the windows are broken. 气象预报讲，27、8日，规个防暴系统会向东平线，阿拉巴马州到纽约市大范围的地区要特别注意。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辑。环球小姐选美大赛已经举办超过70档，今年是头一摆取消年龄的限制。伫咧阿根廷有一位60岁律师罗德里格兹勇敢出来参加国内比赛，虽然落尾是互人淘汰，不过伊嘛摕到最佳容貌奖。罗德里格兹表示，会当看到社会对水的观念已经转变。已经来到60岁的罗德里格兹，伫全国赛的参赛比赛中，甲大家同款，穿管他鞋甲游泳衫展现活力，也以用的红色礼服伫舞台散发自信。伊是伫环球小姐组织修改参赛年纪的限制了后，会当参赛。另外，也有一位40岁到37岁的美女参加这场选美大赛。有的参赛女性已经是做人母亲啊，这伫以前的选美大赛是无可能的。Fue una aventura loca que emprendí, sin expectativas, nada más que con la idea de enfrentar un desafío nuevo. Me animé porque la verdad que había que animarse con 60 años a emprender este proyecto. 罗德里格兹伫今年4月的地区选拔赛中摕第一，得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小姐头衔，登上国际新闻版面。稍后继续参加25的全国决赛，虽然最后去互汰掉，无法度争做阿根廷小姐，搁代表阿根廷参加环球小姐选美，也毋过得到最佳容貌奖。伊认为已经成功，互人对水的看法开始转变。Son líderes en lo suyo y pueden inspirar a otras mujeres, así que creo que es algo muy bueno que 全球上大的选美大赛环球小姐高达超过70年，过去对参赛规则设下严格限制，不过随着时代改变，也一直调整到2023年，参赛选手年纪限制伫18到28岁之间。不过为2024年开始，参赛人无年纪的上限。另外，以前已经结婚、离婚、有新还是生过囡仔的，拢袂当参加。即马这个规定拢已经拍破。全国决赛迄时摕到秀冠的是29岁的贝纳加姆，那依照以前的规定是超龄，阁无法度参赛。公司新闻黄伟廉编译。再来关心国内消息，去年税收中，就有民间团体指出，目前国民年金、劳保等等，才强制爱纳的社会保险，民众除了爱纳保费，还阁爱互政府扣税，等于是一只牛剥2领皮。所以民团就呼吁爱修法，互社会保险比照健保法列入免税，减轻民众的负担。这礼拜是报税的最后一礼拜，也互人联想到英国税收有涨的代志。8月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和其他民团召开记者会，要求改革所得税法。因指出，目前国民年金、劳工保险、公告人员保险和军人保险这款一定爱纳的社会保险，不应该搁扣税，甲人民剥2张皮，呼吁调压立委赶紧修法。不管是劳工，不管是公教人员，不管是军人，你的第一层的一个社会保险，竟然是计入你的薪资所得去缴税，这非常的一个不合理。全教总指出，像这款国家要求的保障社会安全的保险，应当比照健保费列入免税。也那全国金融业工会和台北三总工会嘛表示，3年来国家的税收计中1.3条，那照这个基础来算，甲全民的社会保险列入免税，对政府的税收嘛无真大影响。我们去年有超增，今年第一季的税收呢，也比预期增加了14%到15%左右，就是我们税收是健康的，我们税收有，这应该还给百姓，我们有这个空间，针对这个税收里面去进行调整。呼吁这一部分，因为影响税基不大，事实上影响税基大概20几亿而已，这一部分我相信我们现在的执政党是做得到了。另外，来参与记者会的国民党立委赖树本是回应讲，目前所得税法修正草案已经完成一读。民进党立委刘建国嘛表示支持修法，希望会当实现税制正义，减轻民众的负担。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2021年228纪念基金会捌伫咧官方的228事件真相与转型正义研究报告当中，探讨228事件当中受难者的人数。不过，即阵就学者指出，这份报告内底用的资料来源有问题，所以统计出来数据是唔对的。发生伫1947年的228事件，死伤的人数到底有偌济，一直拢有争议。
根据2021年出版的《2028事件真相加转型正义》报告当中，2028基金会有探讨受难人数，估计8000到1万左右。但是有研究2028的学者指出，报告内底的数据来源有争议，亲像使用回忆录加做官方报告的数据就无够正确。我们说它定义荒谬，荒谬在哪里？包括事件官方关系人之事后记录或回忆录。就是说，这个官方档案它是包含私人的回忆录的，好，或者是事后记录。比如说，我写一个读者投书，投在这个某个杂志或报刊上面，或甚至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然后它也可以算是官方档案。学者认为数据来源无正确，统计出来的受害人数也会是错误的。捌伫2011年到2016年做2028国家纪念馆馆长的廖继斌认为，实际数字只有官方数字的1/10，认为基金会袂使违背事实，若无对平复历史的伤痛是无帮助。你的报告写错了，我们老百姓、民间28遗族来提醒你，我们可以对一下，你有没有乱讲我？没有就错，承认错了嘛。针对这个执期，2028事件纪念基金会执行长纳树朴北回应，基金会有义务呈现2028事件了后，政府的不当手法，致使即马真恶找出真相的状况。基金会感谢各方研究者的指教，也欢迎共同讨论资料的运用范围，但是无影响这份报告的参考价值。记者郭碧君、柯平哲台北报道。高雄捷运公山车站按算6月要通车，有5个车站嘛配合来改名，其中包括西雅湾站要改做蛤蟆新站。不过因为伫咧捷运的标示拢还未全部换做新的，有外国的游客就杀无涨。高捷公司表示，相关的标示会伫咧5月底之前全部换好势。游客来到高雄拢会坐捷运，不过日前数外国游客来到美丽岛捷运站，想要找西雅湾站是安怎找拢找无，才发现西雅湾站是已经改名。若是伫美丽岛站卖票机器顶悬路线图是写改名了后的蛤蟆新站，不过下骹是写西雅湾站，互外国旅客是啥拢无。日前就有一位日本的学生上伫美丽岛站摕到旧版的旅游的册，要去西雅湾站，安怎找拢找无，尾仔捷运警察询问，才知影原来伊要去西雅湾站。老先生往卡国语讲出西子湾，也佮提出吼旧版的旅游手册吼。原来是要去西雅湾，因为西雅湾即摆已经改名叫做蛤蟆星吼。高雄捷运甲5个车站改名，其中包括柑仔市的西雅湾站改做蛤蟆新站，市议会是改名前金站，因为伫捷运站内面佮有标志也未换过来，才会互人误会。香港那边查也是说西子湾的，就没有想到来到的时候就说是蛤蟆星，找不到资料，因为它的轻轨那边是写着蛤蟆星站，可是我明明看小红书的攻略呢，它是写着西子湾站嘛。最近高捷车站确实较接咧改名，高雄市政府大将捷运系统车站改名作业要点，伫4月才发布。未来捷运轻铁站要换名，提案要有1500人人数，才会当由市府来审查。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供创新提案，并经提议、检核、复议及回应4阶段办理。那成案以后，再由交通局受理。针对5个车站改名，高捷公司表示讲，相关的标志、指示甲路线图等等，会伫5月底进前完成改名，莫阁互民众有3分的状况。记者张义辉、顾兆勇高雄报道。来关心天气，受到风面的影响，规礼拜各地天气拢袂稳定。干那拜三的雨势才会小可长雨。因那气温的部分，各地拢会略略降温，北部是会更较明显，所以提醒观众朋友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天顶开始落大雨，就连雨撇也袂覆盖玻璃配合天气，因为对流云系恶，而且受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透早就落大雨。家己的铺子更加是伫1点钟内就落40毫米的雨量。气象署8日早时会针对中南部5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气象署表示，这礼拜的天气真无稳定，会有2波方面报道，全台拢会受影响。今天午后雷阵雨可能在
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跟中南部山区会带来大雨或甚至局部豪雨的情形。一直在明天的下半天到周三的时候，降雨的范围会稍微缩小一点点。在西侧的话，在华南这边还是有一块锋面，锋面的影响之下，可能带南边比较多的水汽，所以周四的时候下雨的范围又会在逐渐的增多。气象署表示，第二波锋面估计伫拜五豆挖进台湾，拜六开始各地头的雨势会增加，气温的方面也会小可下降。尤其伫北部地区感受会更加明显，在时高温大约伫25度左右。周五因为锋面接近，西南风影响明显，午后都要注意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出现的机会。另外，在下一波周六、周日影响的锋面的时候，一样在西半部地区、东北部地区也都是要注意会有大雷雨、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出现的机会。但下一波锋面再来的时候，一样东北风下来带比较凉的空气，在周六、周日的时候，温度又会再下降一点点哦。另外，虽然中度风台爱为年继续往东北方向行，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但是气象署也提醒民众，伫拜三进前，基隆北海岸、东部沿海、南屿、绿岛甲恒春半岛，拢要注意有长影发生。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伫咧台中大坑的9号步道，最近有出现真大阵的刺毛虫。学者表示，这是一种叶的幼虫，当年的5月到6月是因的生产期。即阵若像是要找食，才会大量出现伫咧山区。而且，这种刺毛虫是无毒的，所以请民众唔免惊。青色的刺毛虫尾水果一支刺，看起来真惊人。最近有不少民众去到台中大坑9号步道爬山的时阵，也发现讲这步道附近拢是这款的刺毛虫，真侪民众惊去互热到，只好闪离离。它碰到你的身上的话，你会更怕。为什么？就像你讲，你会痒或干什么会抓伤啊？拄着就好啊，都咱也莫甲讲，唔好去遐掠。接来台中大坑步道民众就讲，英国是真罕得发现，不过最近反热了后，伫大坑9号和9至1号步道中段拢是会看到。长期观察当地生态，国小老师就表示，这是古月田野幼虫会安尼出现大量的情形，较可能是和区域的环境扰动有关联。推测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前阵子。他们在产卵的这个阶段，那刚好是雨水、降雨的条件、气温都符合他们的需求。它会爬到树下来，基本上是过树那量多，过树被它吃光了啦。吃光它就要下来到别的树去找它的吃的嘛。学者表示，古月田野幼虫入到热天了后，就直接出现伫山区，会安尼是大规模出现，才有可能是要走找食才来山顶动。若准气候和环境适合，数量会先搁较济。不过，这款刺毛虫无动，若准无细力去摸着，洗手就好，唔免伤过头惊吓。记者综合报道。当年6月到8月，拢有观察头海鸥会出现伫咱东部的海域。这2天啊，伫咧花莲的海域就出现9只。专家目前是咧调查讲，敢是因为地冻了后，游客甲观光船减少，观察头海鸥才会出现这么侪只。要研究东部海域的海洋海底生态花莲馆，环境保护协会2023年开始执行翕太平洋观察头海洋的计划。这已经2天都伫清水断崖海域发现有9只，其中1、2只比小海洋船较大。一头蛮大的，大概16公尺长，快跟一艘船这么大的抹香鲸，就没想到没多久就另外一头也来了，然后就一头、2头、4头这样子的出现。6月到8月时，观察头海鸥伫东部海域出入的时期，即摆有淡薄提早数量较济，互外界怀疑是受到地冻了后观光客减少的因素。毕竟小海洋船航班少，对海洋海底的干扰就少，对此学术单位也咧调查研究。那很频繁的活动，其实也会造成一些水下的噪音。那鲸豚它们其实是很靠听力在海洋里面活动的生物，所以需要蛮长的时间来厘清。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很确定。实际来到首间码头观察首间活动，敢是真热。6间首间公司现场只有1间临时接到一组，因为泰鲁国国家高空方面转来收海洋的团体，也叫怨叹地冻了后根本无成立。我们花莲港的载客率还不到5%。非常低，甚至有很多的航班我们是开不了因为只有3两的客人，一艘船这么大一艘船开出去，说实在等于是在卖油。业者强调，即马首间活动拢真优先，并未过度干扰海洋海底。也毋过为4月开始，花莲港8只首间船出船率无够一下，要安怎活落去？即马海上的海洋海底拢转来啊，也希望观光客会当过来。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当是毕业季，今年台东头一场毕业典礼就伫咧绿岛的公馆国小。
学校当年拢会为毕业生举办唱水毕业典礼，今年要为毕业生日落伫教练的陪同之下，冲入去海底10公尺深的典礼会场，顺利摕到毕业证书甲青少年初级唱水员的证照。为了得到公关国小的应届毕业生穿唱水装备，为得到九龙海峡落水，在台东大厦体育系唱水教练陪伴之下，唱入去10公尺深的海底毕业典礼会场，校长发毕业证书，祝福因顺利完成国小的学业。对我们来说，这是每年必须要进行的一个传统，也是孩子们的一个过渡的一个仪式，好成长过渡的仪式。公关国小已经连续10年办唱水毕业典礼，学校的课程为配合得到发展海洋文化，学生拢爱完成查考船甲受水唱水的海洋教育课程。6年的学生伫毕业进前爱完成3礼拜初级唱水员课程，了解故乡的海洋环境。学生的毕业证书顶悬，佫会加注摕到青少年开放水后唱水员证照，互学生有这项早咧走的能力。我们希望说，我们台东县的孩子这么的面山靠海，所以对于山跟海，应该要很熟悉。也很荣幸，因为这次体验很特别。得到公关国小这场毕业典礼活动是台东县国小第一场的毕业典礼。这摆学校佮配合下礼拜台东县热气球节活动，特别予学生为海底释放热气球造型的浮球到海面顶悬，完成规个毕业典礼程序。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美国有5胞胎的兄弟姊妹，拢伫当地读同一间的大学。今年做伙来毕业，而且因拢真优秀，佮摕到专业的奖学金。另外，伫福州的大学受一只猫仔，逐工拢会去学校报道，真受到欢迎，还佮得到校方来颁发荣誉的博士学位。And this is Max. He's been the emotional support animal for Castleton for about 4 years now. 伫美国佛蒙特州立大学卡索顿分校。不同时，伫学校内面会当看到一只好伴鸟麦克斯4月伫咧巡，学生要甲伊网打翕相拢会使。麦克斯就住伫咧附近，4年来逐工拢来学校散步，伊个性稳定友善，老师学生拢真喜喜。今年毕业季，学校要颁予伊荣誉博士。It's been kind of crazy, but the students love him. The administration, I mean, he's been on the dean's desk and he's been on the director of graduate studies desk. He just goes in and makes himself at home. 最近麦克斯伫咧外口互野鸟攻击，所以较无来学校。学生因就自动自发要来甲伊保护，定定传简讯甲主人讲，伫咧都看到麦克斯，即嘛伊真安全。天暗了，抑个会送麦克斯转去。互伊的厝内人真感动，也希望这段情谊会让长久继续维持落去。He's special. 另外，伫咧纽泽西州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是出现真罕见的5胞胎同一天毕业。不过，洛斯家族3男2女5胞胎，20多年前7月初4，伫咧同一天内面，前后差几分钟出世，也伫今年5月13，决定摕到大学的毕业证书。虽然5个拢读无同的科系，不过5胞胎的表现真赞，拢摕到专业的奖学金。因的爸母1988年自意大利来到美国，因讲饲5胞胎是香港美丽和混乱的一段经历。今仔日做伙自大学毕业，也是爸母的骄傲。这届大学的毕业生4年前因为疫情封锁，拢无法度参加高中的毕业典礼。即马伫亲戚朋友的见证之下，完成大学的学业，人生进入新的里程碑。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译。天气玻璃在做伙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7度至33度，中部地区29度至31度，南部地区29度至32度，东部地区28度至31度。一个外岛地区24度至29度。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
拜。